继续来关心交通安全。今麦台湾进入超高龄社会，老大人的生活有交通的需求，不过嘛，得要兼顾着安全。有民团甲学者就呼吁讲，包括高龄者每3年爱换驾照，也有做认知测验等等，应该要由政府专业来补助，而且互因去上驾训课。早起9点外，台大病院外口的中山南路和中德路口车就真多。行人的车红灯一个变车灯是干那48秒通好行，对部分老大人来讲是有淡薄压力。稍微慢一点啦，我们老人就是希望时间长一点啦。当然时间长一点比较对我们老人家比较好。社会人要死过去是要安怎安全、有尊严搁利便。老人福利推动联盟是建议讲，把社会人的移动权明文写入老人福利法的修法，而且由中央当年编预算推动相关规划。大众交通工具的低底盘公车的涵盖率，第二个是偏乡的即时反应式的公车，应该都要一并的处理。智慧驾驶比例增加，生理机能退化，这几年不是有智慧驾驶出车祸，联盟甲学者是用换驾照做例，会当引进阶段性的认知测验，由政府专业补助，互因搁去上驾训课。我们现在的运输系统交通又对他们来说非常的复杂，在他们换照之前，我们有没有可能其实就让他们去上这个驾训的课程？交通部的代表表示，智慧人换驾照，大个国家管理年岁角度无同。台湾是规定75岁了后3年换一届，嘛已经讨论真济。民团提建议，会甲公路总局看办事调整检讨。也若移动权的保障是一直有咧改善。不过，嘛会阁看要安怎做，会当更较周至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